近气象署观察，这台机器 FTD-13上有机会在下暗变成红太阳虾。石油署接到新北市通报，联经公司自主通报可地球验出苯偏比无合格，因为原物料不是对中联来的，现在相关单位也等来厘清。台湾传统规定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嘛是新德市传统工艺会定保存者肖在刊大师，第20几星期享基寿99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日中道新闻，我是柯卡祖。又有风台接近台湾，这台新机器 FTD-13上紧在下暗就会变做红太阳虾，往西北西方向来刷。预估在25是上接近咱台湾的时间。气象署表示，可能在转做红太同时，就会来发布海上警报。23透早，北部日头请炎炎，太平洋高压搭伫咧各地，呈现典型热浪天气形态。不止个刷落来，有热带性低气压 TD-13有机会伫咧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这段时间，将做红太阳虾，而且接近台湾，更有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性。接触到这个海域的前24小时，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深夜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到清晨这段时间才生成为台风的时候，可能会是在这个时候生成台风的时候就会。同时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预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会往西北西刷震动，24暗时会到巴士海峡，25是会豆豆啊探过台湾西南方的海面，伫咧这个时间上挖近台湾，一直到26会去中国。也若雨势影响，位置是开始东南方变强，规个东北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降雨会愈来愈明显。25的半暝到透早是花莲台东落雨上明显的时阵。迎风面的花莲跟台东以及这个恒春半岛都是主要降雨的一个热区哦。那这段期间的降雨大概会落在大雨到豪雨等级之间。气象专家就提醒，华东地区甲恒春半岛雨袂使看轻质。另外，随望26到29风台会豆豆离开，啊毋过继续受到偏南风的影响，华东南部地区天气也是真无稳定，会有无定时的阵雨甲雷公雨来发生。另外，台湾东南方的海面风影嘛会变强，观众朋友都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石油署接到新北市的通报，联经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可地球验出苯偏比无合格。不过，这原料不是对中联来的，为什么会有低干部超标的代志？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另外，这检调嘛继续伫咧追查中联的问地球。台中地检署伫进行第2波的敲锤了后，是按照违反食安法，甲这厂长陈明景升压。熊仔顶面搭禁止出货落价回收，台中市政府跨局处继续进行中联油脂的清查作业，佮再公布第3十案下游业者的名单，包含出名的米其林餐厅、梅子外海鲜餐厅，佮有国家歌剧院内底咖啡厅。台中地检署第2支发动第2波的搜查，甲中联的厂长陈明营等3个人列作被告抓回去，也按照违反食安法，甲陈明营升压。其中陈姓厂长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立法院司法委员会这时也针对出问题由这个事件调查，找法务部、甲卫福部等等的相关单位来报告。面对质疑讲中联油脂涉嫌暗卡，留的建本甲下游厂商回报的检验结果无同，第一时间证据若无法度完整保存，会更较歹调查。明知业者是资料不实，可是还是提供给主管机关或者是下游的业者，是否涉及刑法的登载不实之罪？有这个疑虑，或者是已经确定有了，我还在盖牌不讲。对，然后这样照样再出货。好，那这样呢？我想这部分检察官会全力来侦办。样本都留不住了，对不对？这就一个很大的问题嘛，等于我们留样制度有一个好大的缺口。竟然有东西，我们连样本都没有，证据都没有。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另外，针对新北市卫生局接到通报，联经绿色科技主动通报，生产一批联经可地油，这个产品验出变速派瑞超过标准。赵总良表示，这个案甲中联油脂的原料完全无同款，下游业者已经以风声落价，超标的原因该进一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这中联问地球的风波是继续的探索。民团今仔日早起去公平会提出检举，表示中联是泰山、福寿甲福茂3间公司共同投资的，而且这3间油品公司的油拢是对中联来的，这定义是联合行为，已经违反公平交易法，应该要对这3间公司开罚。
中联油脂问题又会风波也咧发烧，民团拜四早起到公平会提出检举，指控中联油脂发现油的品质出问题了后，若无照实按法主动通报回收。顶到是伫6月15，找泰山、福寿、甲服务3间公司做伙开会，做出无爱公开，而且继续生产、继续复检的决定，一直延长到6月30才通报，才会造成这大的食安危机。泰山、福寿、福茂油这3家油品公司彼此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对市场而言，他们就是应该要彼此竞争，而不应该发生了这个就是致癌物超标的情况，他们去共同决定。中联油脂会当去找这3间公司来开会，是因为中联油脂是泰山、福寿甲服务3间公司共同投资的，而且3间拢委托中联油脂做初级炼油厂。民团指出，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公平交易法，若是无经过主管机关的允准，有竞争关系企业袂当有联合行为的规定。呼吁公平会应该按照公平交易法，对3间公司罚去年10%营收。检察官应该要依照刑法第38条第2项的规定，申请法院没收泰山、福寿、福茂油所持有的中联油脂股权，再依法标售，或者我们也可以暂归国有，委托专业、正直、信誉良好的食品业者来经营。另外，民团也表示，这3间油品公司拢占中联油脂1/3的股份，股权甲当税结果都是联合行为的证明。也认为这款股权的结果已经成出一种犯罪的工具，为着避免因搁再犯，也建议检察官依照刑法第38条，向法院申请没收泰山、福寿、服务3间公司伫中联油脂的股份，保护民众的食安甲健康。记者桂竹林、李飘凯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东协公会场边进行会谈，双方除了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份要访问美国来做准备，卢比欧嘛当面表达，美国无同意中国派海警船去干扰台海，强调双方要谨慎管控情绪，避免引起灾难性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菲律宾马尼拉见面，双方官员握手翕相，讲到强调台湾议题。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绝对无同意中国一直派海警船伫台湾海峡附近巡逻，批评中国的动作强硬，已经严重违背双方的战略稳定精神。We're never going to accept that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re somehow under the control of other countries. We'll continue to sail through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efforts of that kind, and we'll continue to live up to our commitments, for example, with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the treaty commitments that we have. 面对中国在区域内不断扩大军事压力，卢比奥针对外界关心的对台军售前提的问题有回应。伊搁再强调，美国会协助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确保区域平衡。卢比奥表示，虽然美中两国有真侪立场，短期内拢无可能化解，不过强调是爱保持沟通无界。The difficult job of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s managing your differences and not doing anything that runs contrary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avoid conflict that could lead to something really catastrophic for the world. And I think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do that, which is why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continue to talk to China, irrespective of our differences. 双方这场关门会谈讲差不多1点半钟，强调其中一个目的，包括美中双方加强合作，要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府来铺路。公司新闻地位人桂俊林编译。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国解放军的直升机甲无人机伫这个月20飞过海峡中线，头一届伫中线以东的国军阿九限航区内底，长时间活动认为是咧演练协同作战。不过有学者认为，共军袂用直升机来攻击台湾，有可能是甲无人机执行观测的任务，也是要来监控通过台海的美国海军调查船。呼叫中国海警1460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103公艇广播。海巡广播区官这个月第3届走入来金门限制水域的4架中国海警船，同一天国防部公布查到12架次的中机、10架中舰、甲7架公务船伫台海活动。中军直直了台，即马哪像有新出头？有军事专家讲，20了台4架次中机内底有1架直升机甲无人机飞过海峡中线，伫国军的阿九限航区内底活动超过9点钟。这是中国直升机头一届伫中线以东采取限航区飞行的模式。有可能和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的训练。
中共的陆航部队这几年来，其实好几次在广东啊、浙江外海就演练这个陆航直升机出海的训练，但是很少在台湾海峡当面做，尤其没有在海峡中线附近做。这个直升机不但过了中线，还带着一个无人机，然后在中线以东的R9长时间的停留，让人怀疑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飞行，有可能是以后中共会在海峡中线附近，甚至中线以东，做不定期、比较大规模甚至常态性直升机出海训练的一个征兆。不过，别个学者推测讲，中军相关直升机无人机活动应该配合稳定火箭炮攻击点执行任务，这不是常态性的状况。我个人会认为，解放军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可以直接用直升机来做跨越海峡的突击。如果它是陆军的直升机的话，比较有可能的会是这架直升机搭配了它的一个无人机，它进行一个察打一体的观测。因为如果我们从它这一次飞行的一个区域，跟之前远程火箭炮所打的一个区域，其实是有一些重叠到的。尤其刚一感嘛团队属伫美国海军的海洋调查船兴信号。自南往北通过台湾海峡，学者分析讲，中军出动直升机长时间伫大海中线，可能是要监视兴信号。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和美军押去美国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昂阿布，两个人涉嫌毒品、恐怖主义等4大罪名，会伫明年6月7日正式审判。若这罪名有成立，相当可能会互关几世人。马杜罗昂阿布坐伫风大车队，7月2日审情听证会结束，离开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院，要登去布鲁克林拘留中心，沿路慰安兼加戒备。进前，马杜罗甲太太弗罗雷斯是穿一领黄色的衫出席听证会，针对马杜罗昂阿布毒品、恐怖主义、错误向美国输入扩国机、使用毁灭武器等4项联邦重罪，法官是宣布2027年6月7日正式宣判。欢迎外口大阵的民众，有人是摕票据支持马杜罗，也海外委内瑞拉侨民认为马杜罗有罪。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have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in mind. All it wants is the oil, it wants the natural resources, that's all it's interested in. And our government should not have the right to go in other countries and kidnap, elected leaders and bring them here for a sham trial. Nosotros, si somos venezolanos reales, entonces nosotros no estamos a favor de Maduro. Nosotros queremos que Maduro pague por todas las cosas que hizo en Venezuela. 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强调，马杜罗不是合法的总统，伊是一个大毒头。美军今年1月发动逮捕起诉，是一场比较的外科手术执法行动，就是要阻止大量的科技流入美国，毒害美国人。所以马杜罗来接受美国法律的审判。马杜罗的律师是以国家元首合并权、美军非法绑票做理由，要求法官撤销起诉，也讲美国冻结资产还无法度纳这条大条的私人律师费。川普政府是强烈反对，坚持马杜罗不准动用到任何受到美国制裁委内瑞拉政府的公款替家己辩护，敢会当用因家己的个人资产。最后，若准讲马杜罗这4项重罪，只要任何一条互人判有罪，相当就是要判关一世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美国甲沙地阿拉伯准备要宣布一项正具历史意义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若是沙地阿拉伯的重要外交成果，也代表川普政府当地重新布局中东的战略。不过，因为协议可能会稳准沙地未来伫境内提炼浓缩的油，这互外界烦恼，中东是不是会阁展开新一轮的核武比赛？美国川普政府正式宣布，甲沙特阿拉伯达成有历史意义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美国会协助沙特起核反应炉，也提供上先进的核能技术。这个谈判经过川普第一任期甲拜登政府真侪年的协商，即马总算决定好，也代表美国甲沙特战略合作进入新阶段。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强调，这个协议唔乃当侵犯两国的经贸合作，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也会提升盟友的安全。伊强调，双方合作会遵守相关标准的核能、甲核武器袂当扩散的规范，也用美国上先进的核能技术甲专业团队。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讲，这个协议可能稳准沙特阿拉伯直接伫境内浓缩油，
唔免阁完全依赖美国进口核燃料。那阵最后得到证实，安算会伫华府引发反对，也阁有对核武器扩散有疑虑，而且核机无伫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附加议定书，甲拜登政府原底规划无同。未来 IAEA 无法度根据这个机制，随时对沙地核设施进行查核。 Now, Saudi Arabia has uranium deposits. It has this long-term interest. It wants to make possibly nuclear power plants as well. But non-proliferation experts warn that if Saudi Arabia is allowed to enrich, that could open the door to yet another Middle East nation that could be at risk of racing for the bomb. 这个协议该会送美国国会审查，不过实际上轰动落来可能性无悬，因为国会爱得到2/3的多数才当推翻协议。以色列前总理贝莱德批评讲，美国让过以色列甲沙地达成核协议，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败，唔但可能危害以色列的安全，也可能伫中东递出新的一波核武器的比赛。 סעודיה מקבלת גרעין בלי התקדמות לנורמליזציה, בלי שום תמורה. בכל א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实际上，阿拉伯联合大公告，2009年甲美国签亲像这款的核能合作协议的时，要承诺放弃浓缩铀甲核燃料的再处理技术，所以互看作是中东核合作的黄金标准。 即马美国说愿意和沙地保留这两项，而且这届核能合作，沙地也免讨论讲敢要承认以色列。这反映华府当咧用更较实际方式，和美国甲沙地盟友关系更较侪，并且伫伊朗甲中国、各有罗西亚影响力继续扩大的时阵，重新安排中东战略。不过中东的核兵型恐惊也因为安尼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新闻单秋梅编译。 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了后，就开始起起落落，早盘起超过200点，指数突破45000点，不过无偌久就开始落。那台积电今仔日的股价是盘价2370块，落30块。 受到油价起的影响，美国股市拜三落坐起少，不过亚洲股市拜四是开红盘，其中韩国开悬走悬，阁登去7000点，日经嘛开悬上悬起超过800点。而台股随望南亚科、友达、联发科等热门股开盘就开始起，不过受到台积电、联电的拖累，早盘是落超过400点。 关系到守护劳工退休金的雇主强制提缴率，自劳退新制实施20年来，一直拢调咧6%，无压关。劳工团体5一行动联盟今仔日伫法院外口召开记者会，要求劳工退休金条例爱修法，甲这强制提拨率有悬到7%至12%。若无这基层劳工退休根本就无保障。对此，劳动部表示会继续甲劳团沟通讨论。 雇主提拨要提高，立即修法。5一行动联盟在立法院外口表达诉求，劳团部门表示，劳退新制到单已经20年，法定要求雇主强制的提缴率上限要调咧6%，因指出全国有70%的劳工连平均薪水40000都无，提缴6%才透露25年了后，退休金全户本金甚至连100万都无，退休根本就无保障。劳团要求政府要赶紧修劳工退休金条例，甲强制提缴率扣悬到7%至12%。希望要解决台湾老年贫穷的问题。 包括年轻人低薪、中产阶级薪资停滞以及结构性失业所造成的老年贫穷。立法院拢总正式有提11案，但是拢还阁停留伫遐。今日主要案内遮是主要就是讲第一会当优先的排程啦吼，是这个会当加入三读。 23日立法院有召开劳退新旧制修法公听会，有产业团体表示，国内的产业发展无平衡，像传统产业甲中小型企业经营甲真辛苦。那提悬企业的法定提缴率，会造成真大的债务压力。提拨的那个法定的成本，其实对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来讲，其实它的那个负担也很大。政府也要去思考，怎么样有更大的诱因，让员工、让劳工他愿意自己去做提缴。 针对各方的诉求，劳动部表示，有推出顺旧制劳工自提甲提前结存的选择。在新制部分有修正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节，确立雇主收取劳工自提退休金义务等等，嘛结合 ESG 评鉴鼓励企业提悬提缴率。缴率超过6%，列为评选标准额外加分的项目，鼓励事业单位主动提高雇主的提缴率。
同时也积极鼓励透过团体协商，将优于法定提缴率纳入团体协约。针对雇主强制提缴率敢有需要加悬，要加悬到偌济？劳动部表示会继续甲各界沟通讨论。若劳体新规则修法，立法院已经有11个提案版本，劳动部版本也搁在研议当中。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中联的问题救事件，和外界是再次关心食品致癌物的风险。而除了食品以外，民间团体甲医师嘛提醒，空气甲水内底苯偏比嘛袂当当做无看，长期接触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毛病，甚至会影响胎儿健康。团团指出，目前咱台湾也未建立完整的监测甲管理标准，呼吁相关单位爱全面立管。中联油品苯偏比超过标准的争议，搁引发外界对致癌物的关心。嘛有民间团体甲医生出面呼吁，应该关心空气甲水质当中的危机。害我吸毒气，让我喝毒水。食食当中的苯偏比会当用源头管理甲易风性热气来阻挡，啊，毋过有机物质伫咧高温烧无完全生成的苯偏比，若是走入去空气当中，就真恶收转来；若是长期吸入去身躯，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神经发育异常等等的风险，更有可能透过胎位影响腹肚内囡仔。台北信义区，比如说台北的忠孝东路，其实你看那个人流相当的多。而且呢，他们的行为呢，大概就在1.5米到1.6米之间，这个是会吸入大量的废气，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峡谷，在遍布台湾的6都，每天有1000万人这边移动，可是我们的全面管控却没有看到针对这个族群每天吸入大量的废气。民间团体就指出，目前台湾也无建立监测甲空气品质管理的标准，呼吁环境部就要速速甲固定污染源，还有交通等等会刷叮当的污染源全面纳入管制，而且公开监测的资讯。民间团体嘛呼吁空气甲水中的苯偏比，唔但爱立法管制，甚至爱比照 PM2.5的标准，随时监测。那不是藏在HAPS 后面那个小小的，我们还要再打第二次，就是它减少一个门槛，直接可以看得到，就像 NO2，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每个小时都可以看到，那这样才会变成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主要就像煮菜一样。移动污染源基本上我们现行我们是用油品的方式来做管制，就我们在移动污染源的燃料成分标准里面已经有订定了这个车用柴油的这个多环芳香烃，也就是 PAH 的最大容许标准值，也就是8%。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会来针对这个 BAP， 我们会单独来把它纳为这个有害空气污染物来做。环境部前几天就表示，已经有要求石化制停的特殊性工业区，把苯偏比纳入空气品质监测的项目当中。民意团体嘛呼吁，应该把钢铁厂区、烧土炭发电、焚化炉等等高排放的产业，拢纳入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新疆团体指出，新疆者看演出，常常拄到这新疆座规无够、无障碍设施无完善等等的问题，影响到因参加文化活动的权利。有民团拜四就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来建立全国一致的新疆座规设置标准，甲买票制度，改善这电影环境。用传真的方式伫咧抢票安尼。但是安尼就足无方便，因为即摆应该足少人伫咧用传真啊。买票看演出对一般人来讲是真简单的代志，不过对新疆者来讲，因为当时想要看演出，买票方式煞是800款，是真无方便，室处嘛真少，到现场无障碍设施嘛无够完善，这个拢会影响到新疆者平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伊嘛呼吁政府要想办法改善。文化的参与啊，其实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制度的不同而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我们期待政府能够建立全国统一的一个制度跟一个完善合理的流程。民团开记者会要求政府就要建立全国一致的新疆设置标准，甲买票制度，改善无障碍的环境。
卫福部是回应讲，会透过下部会的讨论，建立指引甲机制。大家来讨论，那从买票开始应该要如何做？那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应该要如何把它解开？有没有一些错误样态，我们可以把它指出来，那让大家以后就照着这一套的指引来做，尽我们所能去跟业者去做沟通，尽量去保障大家在购票的时候，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文化部表示会继续甲业者沟通，保障新庄者买票权益。那数发部是表示会参考国际部长该网站的标准，改善买票系统，维护新庄者平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记者郭金阳之讲台北报道。台南南科发展嘛，带动这大人口成长。台南市政府进前嘛，伫个南科遮规划一座全民运动馆。即阵煞因为改造去延掉，和地方是真失望。我伫个南科边仔鲜花莲潭里，那是台南上好嘅里，嘛是这老化指数上低行政区。当地居民都毋望市府赶紧来补助居民需要的休闲设施。台南科学园区近来发展甲真紧，请真侪高科技人才挖来遮徛，带动这搭人口增加真侪。毋过所传出遮公共建设对不着脚步。本来市府有规划咧安南新营、永康林德、汉南科顶所在起全民运动馆，其中4座拢已经陆续动工。当地里长批想独到南科遮，因为规划案互人改约煞停咧，另外嘛无大卖场通买，因希望市府爱重视加速补助运动休闲设施。大家跑到市区那边去。资源会比较多，你要环境好，要采买方便，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的。等了大概3年多，到现在却是一场空。其实民众是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这边年轻人多，小孩也多，然后可以运动的地方其实相对的稀少。南科的产值在这边是这么的高，可是它的公共建设像这种东西完全起不来，那让年轻人、让小孩子真的是假日的时候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走。我见南科的鲜花莲潭里多数拢咧南科食头路，因为收入稳定，生育意愿就提悬，人口持续增加，地区公共建设的需求就会增加。地方教育市府爱重新检讨规划，提供甲人口规模相符合的公共建设。体育局回应相关预算并无太调，目前已经和本城的建筑师解决，因后续会重新招标。为履约期间，建筑师多次延迟提交成果，提交之书图经3次专家学者审查，皆仍未通过，又持续要求市府追加经费。本局考量建筑师恐无能力执行，已发文解约。经过财政部最新的统计，莲潭里的综合所得平均数达到277.6万，中位数178.1万，连任台南市上好野里。另外，因这里的人口年岁嘛较少年化，总人口数7600外人，65岁以上的时代敢若200外个。高所得今年的黄金人口结构，在地公共建设袂使搁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婚林议论的甘醋线大牌，最近互人偷渡一大堆的葱头甲烂去的菜色，这本数都卡伫咧附近的水门，纯纯的臭味是互民众真生气。尤其这阵啊雨水期，民众嘛烦恼这排水的未顺。啊，那县府水利处是讲，已经有通知管理单位去处理，后续会找相关单位来讨论，看要安怎来改善。大排水沟顶面，规个用要互洋葱、菜叶甲粪扫掩去，大量的浪费废物、生活粪扫积伫个水闸门前。佮经过连续几啊天曝日高温浸烂，传出一阵一阵的臭味，互附近的民众是感觉真正挡袂掉。洋葱遇到太阳，尤其是这几天，那个太阳一出来都腐烂的味道，真的很臭。倒落啊，后一寡菜你俗哦，这条沟就害啊啦，拢规个菜倒咧遮落去啦。安尼啦，安尼才影响到咱的水流。云林县府水利处表示，议论甘醋线大排有设农业灌溉水闸门，由农田水利署云林管理处维护管理，排水的水头甲水尾各50公尺的区域，目前已经先进行清除的作业，佮规划引入智慧辨识天眼系统来监视水甲顺闸修正。空排航照的一个大范围，看是谁偷盗，就是照起来，然后再去做一个追踪，藉由这样去做科学的一个举证，然后科学的一个稽查，将协调装设智慧辨识录影监视设备，强化长期监控与收证。一经查获行为人，将依废弃物清理法采取重罚。
环保局表示，附近包括西里、议论甲仑背的大排水沟，常常互人倒大量的农业废弃物，唔但造成污染甲凹槽，佫会甲水坑塌掉咧，影响排水，将会调集相关单位办理现场会勘，参详改善的方案，来维护排水甲环境的整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贡寮的马公渔村有上百年的石头厝甲海里文化，在地居民伫2018年去申请自录建筑群，文化局最后伫审议大会决议无被定录，落尾居民就去拍官司。经过7年现在居民伫经济性胜诉。那新北市文化局是表示，因尊重判决的结果。今日片马公渔村就看到石头厝，这是8年前居民直接伫遮找材料，兼顾挡正头的东北季风的功能起的，甲大龙搁伫海边啊，因为一寡土地含地上物互企业收购，居民看到石头厝的保存受到威胁。107年的时阵，申请甲渔村登录做自录建筑群，不过新北市的审议大会所做出无要甲登录的结论，互因因为安尼提过，伫经过要7年的诉讼了后，即马确定胜诉啊。我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最后一个保护伞，那就是文化资产的身份，能让这个地方不要被过度的开发，留下美好的一面，让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这间已经开80档的杂货店，接手的江先生自细汉就伫遮出世生活。伊讲疫情过后，马公的游客增加，热天伊的杂货店要一半拢是游客。伊当然嘛希望保留老厝，保存在地的特色。石头即卖足少啊嘛，你搁拆除啊是啥物话，当然足可惜啊。帮助拍官司的律师黄兴文表示讲，胜诉是为了替马公搁争取一摆机会，不过专案嘛是要等来到新北市文化局来做审理。但胜诉不代表马公就不会被拆了。我们期待新北市政府可以摒除过去诉讼上的主张，好好的再重新评估一次。针对法院经济性是判决马公的居民胜诉，新北市文化局表示尊重，袂阁上诉。接落来会登记文字审议的定书，兼顾文字的保存在地居民和公共利益。不过嘛强调讲，迄当阵无要登录做自录建筑群，是审议委员经过审慎的讨论和评估才做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头城文创园区，包括台铁的站长宿舍甲员工宿舍，拢有历史建筑的成群。目前是由头城镇公所来经营，不过所发生这日本式的景观去互破坏代志，甚至佫开放团员做生意、设看板，也佫有装置艺术。伫6月份去互文字审议会认定违反文字法，台铁嘛发文要求公所23进前爱恢复原状。不过，这公所不互文字审议的结果，已经提出行政诉愿。头城文化园区现场有灯光、有装置艺术，原地青冷冷的草坪，即马拢红红红门涂，嘛互做来厂商耍皮克球。头城文创园区包含台铁的站长宿舍，还有员工宿舍，拢是历史建筑。建筑本身和过去日本门口店的设计，拢伫咧文字法的保护范围内底。到头城镇公所经营了后，煞拢走进去。这个比较大、比较完整一点的日本时代宿舍建筑就以这里保存的最完整啦。文书工作者认为，头城文创园区是国内少数保存完整的日本宿舍建筑。当初时指定文主的身份是希望会当争取中央的经费来做征收，互头城有珍贵的历史园区。文主审议会6月认定文创园区的开发行为是破坏历史建筑的完整性，违反文字法。台铁嘛发文要求头城镇公所伫咧23进前，甲园区恢复。因为我们觉得他给我们的东西比较笼统，所以我们有提起那个行政诉愿。不过公所认为，在地新设的设施并无违规，已经甲宜兰县政府提出诉愿，未主动甲设施拆除。有民意代表就认为，希望相关的管理单位会当赶紧甲园区恢复。希望他们可以依照着文资法的相关规定来做一些不该存在的一个地上物的部分来做一个拆除的动作。我想针对于台铁这个部分那台铁因为它是管理人，我们仍然会持续的一个促请并协助台铁来善尽它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这个责任。针对公所提出的诉愿，县文化局表示已经交予文化部去裁定，不过伫咧有结果进前，表示会继续请台铁遵守法规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学台语罗马字嘛会当改趣味。
中华台语文化区举办台语罗马字课程，邀请台语罗协会来教课，用这算牌的方式来互动，互民众哪算哪学台语的罗马字。希望透过课程，互民众理解，一个语言除了听甲讲，嘛爱有读甲写的能力，才会当正常发展落去。大家算牌啊，若读到对应的文物，就爱赶紧拍牌啊。考验大家反应加团队合作，大家民众拢算甲笑开开。中华台语文创园区举办台语罗马字的培力课程，邀请台湾台语罗协会理事长董立宪老师来教课。老师和阮算牌啊，用罗马拼音的方式，让我练习罗马字。唔是一般就是用写的，就用算的，用牌啊算。我感觉就较趣味。我嘛是因为囡仔，我家己去学台语，真几感觉知影台语甲台文是无共款的。嘿，我感觉台文是一个水开的字。有不少对台语有兴趣的学生来报名，嘛有妈妈特别来学罗马字，想要回去教囡仔。台语罗协会表示，希望透过罗马字培力课程，先互民众理解所有语言拢是平等的，除了听甲讲，一个语言要正常发展，嘛爱有读甲写的能力。过去的这个国语运动的关系，大家对台语的印象拢是较负面的，所以第一个是要先知影讲，所有的语言拢是平等的，而且若是听甲讲，读甲写嘛是一个语言正常的发展应该有的。若是这个观念有，你就袂去排斥讲我要去学。台语罗协会表示，即阵学罗马字的资源真济，除了实体课，也有网络线顶课、Podcast 等等学习的管道，鼓励民众除了听甲讲，嘛着为罗马字开始学台语，建立台语读甲写的能力，这嘛是一个语言要继续传承发展正重要基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新北市传统工艺歌丁大师肖再看8月传出过身的消息，才甲99岁。肖再看老师对10岁开始就对老爸学做歌丁做一世人，是咱台湾传统歌丁的重要代表人物。2天前，文化部公布第7届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肖老师嘛是得奖人之一。现在传出过身的消息，文化部长嘛真唔甘，而且总统颁发保养令来感念其对文化贡献。我的回念甲别人的回念无同，我的回念是看过就有迄样的物件会显出来。讲到花灯，肖在看老师的眼神拢发光，伊10岁就开始对老爸学做灯，直到要100岁也继续咧做。无论是古纸、天布、上色，有类手工，每一步拢是传统工艺。肖在看老师是台湾传统花灯重要代表人物，听到老师过身的消息，把艺术界感觉遗憾。肖在看老师是我们台湾唯一是以花灯工艺为主的一个艺术家。那他从10岁开始呢，就做到现在。他的这一个工艺呢，可能早期他在日本神奈川当兵的时候，他是飞机修复师，所以他的空间感得很好。一份对于花灯工艺的热爱与执着，让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我们的肖老师对于工艺创作的热爱与坚持。肖在看老师自1985年开始参加新竹城隍庙歌灯比赛，小连续3年摕到冠军。城隍庙搁特别制作金门宝珠小牌匾送给老师，先做新竹城隍庙灯会第一位得到花灯艺术的人。目前城隍庙内牛头马面身上粗胚，也是肖老师的作品。老师呢是伫1985年呢就开始有伊的作品拢有来遮来参加比赛吼。老师的作品一般因为伊做足久的吼，阮听讲大家对伊的作品感觉讲伊做的迄歌灯吼是迄算讲手工足幼的吼，回路嘛足水的吼，大家对伊的作品呢拢感觉真正是足赞的。除了专业技术，肖老师把长期投入工艺的创新甲教育推广的工作，互花灯有新的生命。2天前，文化部公布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肖老师也是得奖人之一。文化部长听到老师过身，也真唔甘，也请总统颁保养令来表扬老师对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传承的贡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咱选出来头一任总统李登辉，伊毋但互人叫做民主先生，伊提出的两国论对咱台湾的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有学者出版新册，透过中文、英文、日文的官方档案史料，写李登辉的政治历史，呈现台湾民主化过程。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台湾头一任的民选总统李登辉经历过1996年的台海会谈危机，对台湾民主化有真大的贡献。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员林浩庭出版新册《台湾的李登辉时代：以外国度的定数》，透过中英日文官方档案史料去了解世界安怎看台湾民主化，嘛重新检视李登辉的政治历史。就除了我们自己想要了解我们当时这块土地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我认为一个更重要的是别人怎么去看我们，各国怎么去重要的这些国家怎么去看你台湾的民主化，怎么去看你当时李登辉所推动这一切的东西。作者认为，对李登辉一生会当看到台湾政治时势变化。为早期伊捌主张统一中国，到尾也提出两国论，定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特殊国对国的关系，对咱国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作者指出，虽然李登辉主张帝国时期有无同的变化，不过伊的台湾本土认同毋捌改变过。外交部长是认为讲，这本册会当互民众了解李登辉是安怎定属台湾。第一层的重塑是其实是台湾的权力基础的重塑。第二层的重塑是国家认同的重塑。第三层重塑是国际位置的重塑。那么我们应该要学韩国，应该要学美国，档案应该要制度化，要怎么样有一个总统图书馆，或者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叫做总统档案馆。国史馆的馆长是认为，若有学者要继续深化相关的研究，嘛建议政府要建立总统档案馆，设立更较完整的制度，让学术界有更较完整的史料，会当深化研究。记者郭金勇、台北报道。有科学家研究，甲咱人有9成以上基因相共的黑猩猩大型的人猿，早伫1500万年前就甲咱人同款会笑，甚至佫正做是因一种沟通对话方式。这项发现，嘛有可能会当解开为什么敢若咱人演化出有语言会当用讲话来沟通的原因。大猩猩和熟悉的保育人员咬的时，因着甲人类的囡仔同款，发出欢喜的笑声。这项由英国华威大学参与的跨国研究，分析红毛猩猩、大猩猩、黑猩猩、诸如黑猩猩等等的大型人猿，甲半岁到7岁的人类囡仔，计用140段的自发性的笑声录音。结果发现，因甲人类的笑声虽然无同，却拢有同款的节奏甲规律，而且早就伫大约1500万年前，人类甲即卖的大型人猿最后的共同祖先身躯顶都已经存在。We wanted to use laughter as a proxy for understanding more and more abou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anguage, because the rhythm of laughter and its evolution informs us about how we got better at moving our mouth while communicating, so then we develop a language. 科学学界认为讲，猿猴甲人类就算基因真相，却无法度讲话，是因为发声器官的问题。不过，其实大型的人猿有产生真侪种声音的生理能力。不过，伊无法度亲像人类对声道、嘴唇、舌，抑阁有喘气真有路的控制，所以无法度形成语言。也因为语言未老化少，科学家真歹直接去研究已经灭绝的人类祖先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若研究所有即马大型人猿的笑声，去甲人类比对，或是会当发现发声控制伫演化过程当中是安怎进展。Rather than thinking that speech evolved from laughter, let's say that laughter was vocal signal that was so important in mediating relationship across high number of individuals in a complex society that got more complex with time, that at some point laughter itself became more complex, so there was this need of being more able in producing different sounds, more complex sounds, more diverse sounds. And then, probably with that, develop also the ability to use that sound combining then in a way that then, led speech to emerge.
科学家发现人类的笑声比其他人猿搁较紧，搁较有变化，也较高受到无共社交情境的影响，亲像欢喜、歹势、紧张，甚至爱叫笑笑，拢展现出人类发展甲较好的社会化甲声音控制能力。这项研究已经刊伫上新的生物学通信期刊。学者认为，人类讲话能力并不是雄雄出现的，是对祖先原底就有的发声甲节奏控制能力，开几百万年的时间演化过来的。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今仔日的天气会安怎变化？说落来，咱甲时间交给台记台的 AI 超级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过昼了后，桃园以北、南投、昆林以南地区，甲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中岛新闻，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柯家祖，祝大家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